民进党立委赵天麟逼出外援宣布退选。民进党主席也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昨伫中常会是要求全党唔通袂记初心。另外，伫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的南北合目前也是无进度。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发话会用上大耐心、甲诚心、同理心换位思考，希望柯文哲卖当安尼做。民进党高雄市的立委赵天麟封逼出婚外情，宣布退出2024立委选举。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25伫个中常会时要求全党莫袂记咧初心，讲若言行失事，一定用党纪严格处理。党员言行失序不符合社会期待，党中央必定严明党纪，不会因为了要国会过半，或者是为了要保住任何一席立委的席次，而牺牲本党的原则。2024大选是愈来愈近，但南北合嘛是继续吊伫遐。对这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发话讲，会用上大的耐心和诚心、同理心换位思考，希望柯文哲安尼做。还有伊嘛伫面册发文发话柯文哲，讲若要互台湾赢，都袂当干那想着家己，希望柯文哲会当让步完成南北合。他绝对不能变成淘汰赛，他必须是组成一个联队。而这个过程当中，有些人的建议要换将、要淘汰、要讲别的人，绝无此事。一罐砒霜喝下去会死。那时候那喝半罐就可以，还是死掉。底下设73个投票开手，投开票的时候还要设在国民党的民众服务处。我天哪嘛，这个还没投都知道结果了。柯文哲是形容国民党提出的民主初选方案，就敢若砒霜。早起嘛开政策记者会，各地有会人当来工课场打造长寿经济。3大间包括对55岁以上提出壮世代文化运动，政府带头正名，甲有会人负面的标签拆掉。过来是成立第3人生大学，退场大学永生春化，互壮世代积极来追求人生。过来是所谓正义的转型，消除世代的所谓争吵。另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今仔日是无公开的行程。记者综合报道。